一二三四，人生一转眼，寸寸青丝雪中藏。二三四，时间笑你像憨人，倔强的心不愿放。你的心守护我，守护幸福的门窗。美丽的光影照希望，小亲自己的太阳，伊的心像妈妈，将着一生的泪化成滴滴汗。无论风雨遐尼大，感谢有你做保护伞。你讲这上水的爱，就不敢放下。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要抢先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歌是《上水的爱》，这是8点档连续剧呢刚刚上档的片尾曲目前甚至于呢有多新呢YouTube 频道还没有首播安尼就知影有足新的啦哈。我们预计呢，它现在今天元旦2025年的元旦，我们预计它1月份应该才会首播所以真的是今天是抢先场来介绍给大家这首歌，龙千玉的新歌《上水的爱》，作词作曲是好棒棒的石国人老师那这首歌呢是E 等于 C， 就是 C 大调。C 大调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看钢琴，这里有3个黑键它的左边有2个黑键，2个黑键的左边这个音弹下去就是它的音名它的音名叫做 C。那我们弹下去要唱什么？要唱哆，所以这首歌就是哆大调它是哆，这个音弹下来，那哆瑞咪发嗦拉西所以刚前面的这个也是2个黑键的左边这个也是唱哆那这是中音的哆，这是高音的哆。来，我们看一下，回到歌谱来看歌谱。这首歌因为首播还没有首播呢，所以我们今天只能根据我们在片尾曲片尾听到的状态呢，给大家介绍第2段和后面的半段，反复的半段来，那我们歌谱呢，大致用听的是不会错啦，听写嘛听到什么就把它打出来。来，歌词可能也许会有一点点错误，放心，等到那个这个首播之后呢如果这个歌谱我们有听错写错字呢，我们会更正来，这首歌E 等于 C 这是 C 大调，4/4拍子速度，这个4分音符等于120，就是告诉我们这首歌要唱多快，1分钟有120拍，1分钟有60拍，有60秒你要唱120拍，所以1秒钟要唱对，要唱2拍。来，我们来看跨符1，就是第1小节嗦咪咪瑞哆二，啦啦哆瑞哆啦嗦嗦2、3、4，来给大家说明一下。同学问我说，老师这个嗦脚底下为什么有一点那就表示它是低音的这个咪呢有没有点，那就表示它是高音的，比它高，比嗦高。嗦2、3这个嗦没有。脚底下有没有线条？没有，没有线条的就是1拍这里一条线呢也是1拍，这里也1拍，所以我们唱什么？嗦2、3，嗦要唱3拍，然后咪1拍，咪又1拍，瑞哆又1拍这个哆的隔壁又一条线，所以他要唱第2拍，哆2，啦啦。脚底下有一条线，所以半拍半拍，哆瑞也是半拍半拍，啦啦哆瑞哆，拉嗦也是半拍半拍，拉嗦嗦2、3、4这个嗦呢，嗦自己1拍，可是后面呢第2拍、第3拍、第4拍所以歌谱就是这样看的，够简单吧？来，我们再来一次，嗦2、3咪咪瑞哆2，啦啦哆瑞哆啦嗦嗦2、3、4。来，我们看歌词，人生一转眼人生一转眼，时光飞逝寸寸青丝雪中藏这个
满头飞雪啊，满头都是白发啊，里面呢还有藏着几根青丝啊，那就是一下年纪就大了啦哈，寸寸青丝雪中藏，人生一转眼转啊，这个 Ray 的头顶上有一只毛毛虫，这只毛毛虫就是告诉我们要唱转音的意思。Re mi re do 啊，so mi mi re mi re 啊，这个干呢上面有一个小小的 re do 要带进来。我们唱歌谱的时阵呢，这 so mi mi re do 就好了。可是唱歌词的不是安尼哦。人生一转转，要把毛毛虫唱出来，转音。干要把 re 唱出来，滑音。人生一转眼，寸寸星丝刷哆瑞哆刷中唱儿再一次。人生一转眼，寸寸青丝刷中唱二三四。啦哆哆哆哆啦啦哆二三四，r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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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re re do re 二三四，啦哆哆哆哆啦啦哆二三四，r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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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re re do re 二三四，哎，时间笑你唱转音，唱哆瑞哆哆瑞哆，唱讲人二三四，人二三四，啊。时间笑你唱讲人二三四，曲中的心心，曲中的心愿放，曲中的心愿放。再一次来，时间笑你唱讲人二三四，曲中的心愿放二。来，接下来第三行，咪瑞咪嗦啦嗦嗦咪哆哆瑞咪瑞哆嗦啦，再一次来，咪瑞咪嗦啦嗦嗦咪哆哆瑞咪瑞哆嗦啦，你转音带进来，滑音啊，瑞要带进来，你的心守护我，守护幸福的门窗，再一次。你的心你的心守护我，守护幸福的门窗。再来一次，来，你同学在偷笑，笑什么啊？真的，同学在笑说。老师唱错，你们就要跟着我受处罚，不是啦。我唱错了，你们陪我多唱一遍，免得我弄错，对不对？哎，老师也是人生父母养的，也是会唱错啊。我唱错的时候，我都是多练习啊。那你们就陪我嘛，来，可以好来，谢谢啦，来，你的心守护我，守护幸福的门窗，听哆瑞哆啦嗦，嗦嗦啦嗦咪咪瑞。哆瑞哆啦嗦，嗦嗦啦嗦咪咪瑞二，咪瑞哆啦啦哆二三四五六七八，哆瑞哆啦嗦，嗦嗦啦嗦咪咪瑞，咪瑞哆啦啦哆二三四五六七八，咪的光影就这汤，哎，对不对？就希望二三四五六七八，你的光影就希望二三一二三四，哎，按那主歌唱完了，来，我们把主歌连起来。还记得吗？哎，人生一转眼，有没有来？一、二、三、四，人生一转眼，寸寸青丝刷中长。二三四，时间笑你唱讲人。二三四，曲中的心愿放。你的心守护我，守护幸福的门窗，听美丽的光影，就希望二三一二三四。接下来就副歌啦，
副歌通常是一首歌呢比较高亢的地方哦，请大家注意一下。瑞瑞瑞瑞瑞咪瑞哆瑞嗦哆瑞咪二三嗦咪咪二，来再一次。瑞瑞瑞瑞瑞咪瑞哆瑞嗦哆瑞咪二三嗦咪咪二，来修紧自己的太阳，伊的心像妈妈啊。太阳的心就像妈妈一样，怎么样？哎，照暖啊，他的子女啊，哎，照的他的子女，让他们身上、心里都暖洋洋的哈。小金自己的太阳，伊的心像妈妈。再一次来，小金自己的太阳，伊的心像妈妈。咪嗦啦啦，哆啦哆啦嗦，啦哆啦嗦，啦哆啦嗦。拉半拍，哆啦半拍，拉哆啦嗦，拉哆啦嗦，拉哆啦嗦。好，来咪嗦啦啦，哆啦哆啦嗦，咪咪嗦啦啦嗦啦嗦，啦嗦啦嗦，啦嗦啦嗦。这个画成地地瓜，画形地地瓜。地后面这个地呢，拉半拍，手拉半拍，再拉长半拍拉，然后才刮啊。咪嗦啦啦，哆啦哆啦嗦，咪咪嗦啦啦嗦啦嗦，一二三四，将着一生的泪化成滴滴汗，一二三四，来。接下来呢，无论风雨遐尼大啊，不管风雨是那么的大，感谢有你做外保护伞保护我来。啦啦嗦啦二，嗦啦嗦咪咪二，瑞瑞哆瑞，瑞瑞咪瑞哆啦二，啦啦嗦啦二，嗦啦嗦咪咪二，瑞瑞哆瑞，瑞瑞咪瑞哆啦二。无论风雨遐尼大。比呢大，就是遐尼大，那么大了哈。无论风雨遐尼大，感谢有你做保护伞。再一次，无论风雨遐尼大，感谢有你做保护伞。哆哆哆哆瑞哆哆啦嗦，哆瑞咪啦嗦嗦，哆哆哆哆哆瑞哆啦嗦。哆来咪啦嗦嗦，你讲这上水的爱，再一次，你讲这上水的爱，就唔甘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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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要多长半拍啊，拉长半拍。你讲这上水的爱。就唔敢放下，唔管人生七老八十，唔管人生七老八十，唔管人生七老八十，唔管人生七，唔管人生七老八十啊，唔管一排一排，人生七老八啊，八一排啊，十嘛是两个音啊，才一排来。来，唔管人生七老八十，瑞瑞嗦咪瑞咪瑞哆哆，瑞瑞嗦咪瑞咪瑞咪瑞哆哆，唔管人生七老八十，看我是你的伴，命二三四五六，唔管人生七老八十，看我是你的命，一二停。大家有发现吗？最后一个小节，哎，这里有二四拍子，对，哎，这首歌不是四四拍子吗？没错啊。那这个节奏，这个小节为什么改成二四？所以我们说它是变奏，变化了节奏。这首歌呢，每一个小节都是四拍，但是这个小节呢变成两拍。然后呢，这首歌，因为我们唱的是第二遍啊，因为第一段还没有首播嘛，那第一段呢间奏多长我们不知道，所以我没有打。这个第二段呢从这个人生一转眼开始唱呢，唱噶呢，不管人生七老八十。
看我是你的命啊，命呢，这个命这个在这里呢，然后1、2、3、4、5、6唱6拍之后呢，这里要接蛇钮怎么样？要接副歌啊，要接副歌，又唱不管人生七老八十，看我是你的命啊，然后唱到这里就结束了，FINE。啊，就结束。所以刚才我们已经一字一句的教唱了第2遍，对不对？啊，现在是不是要接副歌？蛇钮呢？不是。啊，安尼头前拢无练习到，对吧？来，我们现在来唱第2遍，然后接副歌啊，连起来唱哦。来，大家还记得吗？人生一转眼，有没有啊？对哈，还记得哈。OK，太好了，来，一起来，1、2、3、4，人生一转眼，寸寸青丝雪中藏。2、3、4，时间笑你像戆人。2、3、4。倔强的心不愿放，2、3、4，你的心守护我，守护幸福的门窗，停美丽的光影照希望。小珍珠记的太阳，伊的心像妈妈，将着一生的泪化成滴滴汗。1、2、3、4，无论风雨儿遐尼大儿，感谢有你做保护伞儿。你讲这上水的爱，就不甘放下。不管人生七老八十，看我是你的命。小珍珠记的太阳，伊的心像妈妈，将着一生的泪化成滴滴汗。无论风雨遐尼大，感谢有你做保护伞。你讲这上水的爱，就不甘放下。不管人生七老八十，看我是你的命。停。哦，这首歌呢1遍半我们只唱了1遍半，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我们拭目以待呢，等待呢这个月份呢2025的1月份呢龙千玉的这首歌呢赶快首播，然后我们再来继续练习唱这首歌各位龙迷这个还是要说千玉迷呢龙姐姐迷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等着这首歌呢来早日首播。好，今天这首上水的爱就给大家介绍到这。你的支持都是我制作上搁再较新的节目影片最大的动力。欢迎到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给岳云老师抖内。同学们，我讲抖内是什么？抖内都是英文翻译过来的啦抖内就是赞助啦你若给我赞助我的节目唔才会当继续做落去，对吧我们努力的制作好影片，需要大家的赞助，欢迎支持欢迎到超级感谢给岳云老师抖内。好，这首歌上水的爱都给大家介绍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